当徛行伫水面上的耶稣问道讲：你放心，是我，免惊。了后，彼得对耶稣讲：主，如果若是你，请叫我对水面顶行对你了。也即你认为彼得是讲假话，也是讲有信心？牧师伫遮看到彼得，检菜时，伊知影伊无法度靠家己行去到耶稣遐，所以伊需要主给定伊，也是讲吩咐伊。彼得对耶稣是不是有信赖的了？因为讲伊的表现看起亲像肯定是主耶稣，搁再无真正有确定。因为经有讲伊的内心是讲如果是你，彼得只是看到风真头变真大，就跌落去。这表示伊无对头到尾真正对伊的眼光注视伫耶稣的身边，也嘛毋知讲去耶稣遐是确实是伊真正需要去的所在，所以耶稣称呼伊叫做小信的人。因为彼得会了伊，彼得伊对伊的信心有做证明。换一句话讲，伊对伊的信心有一半有奉献。对耶稣，伊只有表现一半信心。咱会当讲，彼得伊无真正熟悉耶稣，伊只是知影耶稣嘛。实际上，伫即件代志发生以前，门徒伊是安尼讲，马太福音14章26节安尼讲，耶稣看见伊行伫海面，就着惊，讲是怪物。这个门徒因为惊，就后退讲是怪物。门徒因煞无因为风影来着惊，是因为因看到耶稣行伫水面顶来惊吓，甚至认为讲伊看到是怪物。这段经文真有意思。这个门徒伫伊所熟悉的加利海，却亲像拄着无真熟悉的耶稣，因为因拄着真正挑战。就是加利海时常有风大、烟款，但是无人看过，有人听过风烟，甚至是行伫这个水面上。其实这个挑战是咧挑战这个门徒，因敢是真正去捌耶稣。这是因的信心已经互惊着，互因的信心不安来咧挑战。虽然伊嘛经过讲5个饼2尾鱼的试验，迄个是伊经过5个饼2尾鱼的试验，迄个是门徒着惊。即摆行伫水面上，伊这门徒搁再行一摆。即种一摆的试验，互伊体会到耶稣真正是超越伊的想象。那这对咱来讲，这嘛是一种提醒。听这就讲，咱对耶稣的认识嘛爱提升。如果咱只是停入即种足安全的环境，是讲咱自律是好的环境，就袂去认捌迄个超越一切的耶稣。那这耶稣真正是比咱想象更较大非常多，所以咱着爱开发咱的眼光来真正体会。咱嘛要用咱真实的心、诚心来认捌这位超越世界一切的主耶稣。因为如果若毋是更较深来认捌咱的主，就无法度去体会到其实真侪代志的中间，咱所发生代志、所拄着代志，咱就无法度去体会到讲耶稣真正伫咱的生命里甲咱同在。咱就足容易因为咱家己的自我理性，来骄傲。当拄着困境时，咱嘛袂晓去讲，应该倒来耶稣的面前，祈求主来保护。咱三个来祷。阮所尊敬的主
你是创造你的做我万边的主宰，嘛是指持阮上帝。你手出阮遮千亿的一切，拢满足阮的心愿。我更加感谢你的成就不息，我互阮过去一礼拜以来的日子，互阮伫即个复杂、充满挑战以及刺激的生活中间，到那统治顺利平安。我对神来感激你所保守阮的每一个脚步。我虽然是安尼，我求阮有最最的望甲要求，但是我却毋知影遮个望甲要求。时常互阮陷落伫自我，时常互阮陷落伫阮的骄傲，也不是有烦恼甲灾难。我的主啊，但我也要爱护你，我实在无配，不配做你的兄弟，因为我都受不了辜负。刚才你有提起，有主耶稣来我的中间，来改变我的生命。互我的生命实在是伫稳定的中间，也互我的生命找到平安。我要搁一摆伫你面前立约，立约要来改变我家己的心思意念。因为若毋是你帮助我就无机会搁再找互你做阮的阿爸的上帝。当伫你的圣殿，我要祈求你，互阮得到新的启示。帮助，我若要将今仔日的敬拜甲服侍，用谦卑甲顺服来改变你的面前，愿你欢喜甲我是有对诚心，我无用我家己的需要要来服侍，我安尼努力是要方式，我无做对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阿这平安。当人伫经历危险的时阵，总是会找到方法来解决。不管解决的方法是啥物，总是伫事后我会讲一番话。这话检测是白话话，或者是感谢话，甚至是报道的话。那这对你来讲，你通常讲啥物呢？是怨叹，是指责，还是点点？相信咱拢是，相信咱拢是一个知影感恩的人。当咱伫困境或者遇到失败，还是讲受着人的欺负，咱永远是感谢咱的主，带领咱脱离危险，甚至是互咱伫失败中间，咱学习着健康的观念甲方法，袂受着更较深的伤害。亲像这首诗篇中间的以色列人。知影怎样讲出无落的话。咱首先要来看以色列人得到耶和华帮助，伊会讲啥？这是这首诗第一节开始所讲的。以色列人伫影描写的都唱着这首诗篇124篇，等于唱着上帝帮助，等于唱着耶和华的帮助。伊个心内就非常乐乐，唱出感谢耶和华的时光，是安尼形容讲，若毋是耶和华帮助我早就无命。这首诗是大卫王所写的诗，是咧学乐信息以及伟大的耶和华，互因脱离死亡的落网。这首诗一直流传到今，是真侪，抑阁是真侪以色列人想到可以讲出来。因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，毋知咱诶信仰敢是有哪像安尼？伫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中间，对着想尽办法要来消灭耶和华上帝的选民，即以色列人。而且咱来看，伫出埃及出埃及的时代，有法老王会马车文兵起来攻击伊。伫以斯帖的时代，有哈曼的民族伊有个计划，甚至伫现代嘛有希特勒伊杀来差不多有100万的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会对着
光景就亲像大水共款，一阵一阵，想要来引发以色列人，嘛亲像野兽，想要吞食以色列百姓，更加亲像掠鸟的人暗暗设计图啊，要来掠伊，就是因为安尼想要活活来吞食以色列。所以，若毋是耶和华出手帮忙，以色列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，早晚就一定消失伫这个地域。所以，这个表现者等于受起耶和华帮助，拯救因脱离一切危险，伊就对内心不断来大声讲出：耶和华是应当受着恶的，耶和华是应当受着恶的。这个是以色列人要讲的。以色列人要讲的是耶和华是应当受着恶的。第一篇诗篇，124篇，咱家有做三部。你在诗啊，这咱最尾啊，进迄个情景，头一个部分是第1章到第5章，咱来讲到一个标题，叫做“若毋是耶和华帮助咱”。这个雕像者好有条件讲，所有的以色列人拢应当面对，而且回应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就是，若毋是耶和华帮助咱将会面对的什么问题？咱的问题是真做什么款？这点毋是每一个基督徒拢需要面对，以及需要回答的同款的问题嘛？就是讲，若毋是上帝帮助咱。当咱拄着困境时阵，咱会怎样？诗人这篇诗篇，这首诗的中间安尼描写，雕像者回答讲：若毋是耶和华帮助阮，若毋是耶和华助阮，伫人起来攻击阮，伫伊对阮发出受气的时，就将阮活活拖落去。迄时，遮的水的确换过阮，河水的确引发阮，向洪的水的确引发阮。早前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来到红海这个环境，发到真后悔，发出足大的生气，派出600架战车，马、步兵来追杀这以色列百姓。若毋是耶和华帮助因，吹起迄个大风，对红海人河做不便，互60万的以色列百姓行过大地，过红海。若毋是安尼，以色列百姓早强行的意见，互大水换过，河水引发，甚至是互强国的水甲淹死。因为耶和华帮助因，遮百姓行过大地过红海，埃及的战车步兵种种，引发红海乱战。这个咱会当参考出埃及记14章，第1章到3章所写的这个过红海的事情。诗篇124篇，经有安尼记载：若毋是耶和华帮助阮，伫人起来攻击阮，伫因对阮发出受气时，就将阮活活拖落去。但是耶和华帮助哪是安尼行？当以色列的百姓过红海，来到伊面顶，亚玛力人受气，起来攻击以色列人。亚玛力人是以色列老牌，可能是有出伫因的祖先基础中间有地关系，所以因攻击以色列，伊是攻击以色列人的第一波对敌。亚玛力人是作妖、作高作强，遮以色列人一直来430年，只干那会晓饲这些，只干会晓种植，只干那会晓起这城市。若毋是耶和华帮助伊，找个摩西去山顶也乖啊。若是耶和华帮助，约书亚是要安怎带领以色列百姓打败亚玛力人？甚至是因为耶和华帮助伊，约书亚就开始亚玛力的王甲伊的百姓。这个故事咱来到去参考，出埃及记17章第8节到10节所记载这段耶和华伊的
咱来回顾以色列过去所受到这救赎的恩典，雕像当时发出声来讲，耶和华应当是个好，因为伊有救赎咱的恩典，无将阮罪假意交对的土者。这个其实阿妈的人受一个攻击，想要对以色列人活活土者，但是耶和华伸手来个治理，无将以色列百姓当作假意交阿妈的人土者，所以伊起一个团，请百姓起一个团，叫做耶和华以色列。意思就是讲，耶和华是法有伊要用安尼来说讲，耶和华应当是爱受的好的。再来看以色列人过去所得的恩典，雕像这嘛，当时唱出讲，耶和华是应当是的好的，因为耶和华有指定的恩典，互因的性命亲像鸟啊，脱离掠鸟的罗网破裂，因就脱离。像这雕像这唱出讲。掠鸟的话，伊的内心一定真歹，无遐简单，迄无去讲当犹大国亡国以前，用马剑往向边用放射弹的，互人掠去巴比伦。用马剑的囝，用马棍18岁时，就做王，较3个月，伊嘛甲其他伊即个王宫内面的。即个国内一寡动工啊，铁工向掠到巴比伦，用马本的阿姐，生家，选择最后答应，伊目睭向个插到前面，嘛是共款用颜色甲说的，嘛是共款用掠巴比伦，犹太对安尼亡国。这个故事，咱圣经记载咱足清楚的，就是去互人掠，去用这个罗网来绑。像这你若要看，咱会当伫迄个历代志下36章第50到11章。咱一个所在是列王记下24章14到16章，25章第60到第70章，换起个这段，这段才中央的这个王，这个王表一块。但是上帝救赎的恩典，互以色列百姓脱离掠鸟罗网脱离破裂，因就脱离。经历过7年，最后会当回到上帝所应许的所在。咱会当想象，当伊唱一首歌的时候，因为是迄种感觉，迄种俄罗斯偌尔加劲，偌尔欢喜。咱人拄着困境，就是主要我因错，主要我无互伊搁较拄着上来是迄种的心情啊。当邀请者唱出讲脱离掠鸟罗网破裂，因我就脱离。伊嘛是搁较早以前上帝的救赎，就是当百姓出埃及到红海的时阵，看到王这车分边的对上，这车到分边比红海所交易换出来的，敢若一张这个罗网，要将以色列百姓完全消灭，但是红海立开，现出这个大地，正的亲像到这个罗网破裂，以色列百姓就脱离掠鸟罗网，行过大地，渡过红海，埃及的战车马军兵连队拢总互红海的这个罗网来绑掉，所以迄当时摩西伊做一件实话的好，然后来学了耶和华的要求，伊出埃及15章第1章到第2章到11章，摩西写就是讲，我要受大好耶和华，因为你至高至大，将马甲骑马的献伫海中，
耶和华是我的避难，是我的诗歌，也是做我拯救的主。伊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学落伊；是我爸的上帝，我要做伊最大。耶和华遮个上帝的中间，治水会亲像你，治水会亲像你，至圣堂的灯，威严堂而乐，也出意思。古约时代的人，每一摆能够献上而乐，拢是会对耶和华上帝的特性、的特质完全来形容出来，更加将一切荣耀完全归于至高的耶和华。特别是因通常拢会经过死亡的行程，虽然因经过安尼，但是最后因对着因拢会对拯救的过程，拯救的过程，拢认为讲伊甲耶和华上帝有关系，所以伫古约时代，特别咱会当看到全新的中国，全新的我跟耶和华。其实这嘛是现代，即摆咱应该学习的，咱应该爱学习讲，咱拄着代志了后，咱应该爱。拄着代志时，咱来仰望，来活耶和华。拄着代志了后，咱来这学这荣耀一切献上耶和华。咱毋通只是讲好佳哉，好佳哉，好佳哉，咱来讲感谢的话。第三，第八章，咱来落一个标题，叫做“叫称呼耶和华的名”。主的名代表着权柄。当耶稣到我时阵，上帝将伊升做至权，搁收顺伊有超越一切的称呼，就是但伊咱尊重的一个信仰。当耶稣宣告咱，互咱有即个大使命，找紧咱的时阵，耶稣讲：恁着去招万百姓做学生，教因行洗礼。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所以名是代表权柄，也充满着能力。对咱来讲，咱得到帮助是我跟耶和华的名，因为伊是创造一切，这是因耶和华的名足有贵咱的。咱着时常宣告主的名，互咱会当靠着主来得胜，而且得胜有罪。因为耶和华是伊的以下，就是到阿拢是一直有法的帮助咱的主。耶和华是啥路？耶和华所收存的真正平安是无人会当夺走的。有一首歌足感动啊！即摆咱要来对这首歌。来思考，真水给我的平安。来，请咱的诗班来唱。
我是伫我陪伴讲故事的时阵，忽然间伫我心内一直出来一首歌。迄个时阵，我向用袂记讲即首歌是啥物，即个旋律有出来。到我等的时阵，我去上网去找，原来就是耶和华要互咱平安，因为伊是啥物？是享受平安的主。那这耶和华嘛是伊说，耶和华名嘛是伊说，是互咱得胜的主。伊会保护咱伫对敌的面顶，会引带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会突破一切，而且耶和华的名嘛是大法，是会互咱得到医治，会互咱永驻有困难，也会无人的生。对安尼，咱就通知讲，耶和华的名是大大有权柄，大大有能力。有力的神，天顶地下一切因后，拢归属于伊。伊讲有可有能力管理掌握一切。咱这个才是至于世人，咱所需要的只是单我靠伊。咱若有坚定的认为讲，有人我靠车，有人我靠马，独独我要讲起耶和华，阮上帝。咱若咧时常宣告，我已经我靠上帝，我就袂惊。人咧写法伫我内，诗篇20篇第7节，56篇11节安尼写。我搁再讲一摆，有人我靠车，有人我靠马，不过我要讲起耶和华，阮上帝的名。耶和华是伊的名字，耶和华是啥物？耶和华是以色列，耶和华是拉。更要来讲，咱得到帮助，咱就将一切荣耀归还咱的主。伫人生的路途中间，总是会拄着大细起不好的代志。嘛当讲是无可能每一件代志拢是顺利，可能咱家己减有法度脱离咱所受的危险的。唔通袂记，着来信靠，敬守用，听咱的上帝，因为伊的信心的确会引带咱安全度过，会得到这平安。咱伫学堂咱的经营者，有一个牧师，伫一场布道会结束以前，带领着做祝福的祈祷。伫伊祝福以前，伊分享祈祷的时阵，野手的意义。伊讲，你祈祷着，举起你的手，同声同心而落主，为着伊成就伫伊的身躯顶的作为，来感谢伊，来学落伊，因为上帝的慈爱永远记得。伊嘛讲，着举起你的手，用上帝的名来宣告主得胜，将你的艰苦、困难带到上帝面前。祈求上帝来帮助，上帝的确会用伊的约来拯救你。这个牧师又搁讲，你也着举起你的手，为着国家的利益来祈祷，祈求上帝甲患难中的百姓同在，也祈求上帝国降临伫这个所在。上帝也因伊所创造的百姓，也就是伫地面真属主的百姓来侍奉，因为伊是咱所挖出来的。而且，咱的挖出是对宝座顶悬上帝来，不管得时也是不得时，总是儿女是咱比较看重的最后来。但是，要做到啥呢？牧师唔知影你的想法是啥呢？因为人的性命总是每一项做有拢无共款，想法嘛无共款。确实，相信儿女之前，牧师期待伊会当先祈求主的怜悯，因为先克己家己，谦卑伫主的面前，祈求赦免。这个儿女就
诚做上帝所欢喜的者，做伙来做好。对永远到永远上帝，你是创造世界主宰，我真心感谢你，因为你是至大，你是至上，你是至高的主。你予我对你的创造的一切中间来，予我看出你的愿意甲你的个。你也伫你的囝耶稣基督来显明你的恩惠甲真理的路，甚至你通过现实手术甲开安，稳定一定在的。对安尼，我欢喜来了你，搁专心将我的恩乐来献互你。但是，当我暗头看好家己的时阵，我绝对着信，我绝对着来信我的决心。因为我伫行袂路的时，我永远自讨，我永远夸口我家己，我的悲哀，我的忍受，这是我最善的无奈。搁伫我上爱别人的时阵，有愿地继续我家己所遇到的，因为我知，这是我搁一摆从主耶稣敬信的人，我是毋来求我知影，求我来注意。我爱我的罪孽世界前，我爱我脱去我所有的灾难，我爱我脱去我的不给，我以爱以将平安甲稳定收束完，还脱离邪恶的引诱。当我来为你的高兴来报答你，因为你的帮助，互我得到瓦靠。我要搁一摆称呼你做我的保护者，互我伫行有天路的时，会勇敢、壮大，愿我将一切荣耀归乎你。